鏡框加鏡片100蚊都唔使，點解 quality 都咁好 ？Hello， 大家今日同朋友過嚟深圳配眼鏡，希望揾到平靚正嘅眼鏡，點知價錢同香港比，直接差咗前面嘅1，而且品質完全唔輸。今日去嘅呢間就喺會展中心站 E 出口，離皇庭廣場商圈好近，屬於市中心地帶，非常易揾。眼鏡款式真係多到睇唔晒。作為眼鏡工廠，呢間真係好闊落開揚，可以自由試眼鏡，店員服務好好，會配合但唔會打攪客人，選購嘅體驗唔錯。黑框眼鏡好經典，淨係黑框可供選擇嘅款式就已經好多。半框眼鏡中性風別地，金絲眼鏡好輕唔壓地，適合返工長時間佩戴。冇框眼鏡比較清冷氣質，啱晒營造高質感。茶色框眼鏡我最近染咗茶黑色，呢個鏡框好啱我，仲有一啲黑超有型 ，quality 都好好。呢間有好多潮流款式，好易揀到心水眼鏡。價錢方面，97蚊就有鏡框加鏡片，防藍光嘅2至300蚊就有太架加品牌鏡片。而家配眼鏡仲送埋價值98蚊嘅偏光鏡。我哋試戴眼鏡嘅過程中，有幾個香港人已經買咗單，揀好鏡框鏡片就開始驗光。呢個驗光嘅手法同流程，我想講真係唔輸香港。常規嘅鏡片揀定之後，當日1個鐘就可以搞掂。我同朋友喺附近行下街，翻轉頭就攞得。如果買滿500蚊，老闆可以幫你直接包郵到香港，超級方便。發現有問題30日內可以免費換新，呢個售後令人好放心。講真，最令我滿意嘅唔係少咗1位數嘅價錢，都唔係同香港相差無幾嘅高品質，而係佢哋嘅服務真係好好。全程店員都好 nice 好配合，冇黑 sell，我行得好開心，所以非常推薦大家過嚟。